有一个乡亲爱食锅贴煎饺，唔知你乡亲捌食过天霸王的煎饺无？这偌大，25公分，这是正常版的煎饺的5倍大。最近台中的新界新村开始卖，连食法嘛甲传统的无共款，伊口感的层次更较丰富，5种限定的口味，每礼拜咧轮流出，互消费者会使用创新的食法来去食到台湾的小食。长25公分的煎饺是一般煎饺的5倍大，嘛真考验师傅的技术。手工所踏出来滋味，敢若伫新界新村才会到。可以看到它上面有淋了一些佐料的部分，那我们也是搭配独特的尝试过了大概数十次的搭配之后，才研发出这个新的口味。这么大粒的煎饺嘛是艺人林美秀的上爱，这天来宣传嘛吸引袂少人。煎饺主要的用料是用布拉鱼为主，分量嘛真杂精。内馅的话是以布拉鱼跟高丽菜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应该很少人吃过这样的组合。那为什么叫巨无霸锅贴？因为它是可以拿起来的，它是全台最大。一份煎饺唔免100块，这么水的外形嘛真适合翕相拍卡。若有介意的人会当来食看卖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